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8地長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曉上一個一房267尺嘅單位。曉上位於大埔道188號，喺2014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9尺半，個廳連埋開放式廚房，大概係8尺乘以12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間房唔連窗台嘅位置大概係8尺乘以7尺。咁喺呢一個位置呢，剛剛好放得落一張4尺嘅床。咁如果連埋窗台呢，就可以再放一張大啲嘅。窗外景觀。咁洗手間有2個門口㗎，其中一個門口就係喺間房。廚房就喺個門嘅右手邊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